我哋廣東嘅豆豉唔係求其講講㗎，就咁樣撈飯食都好好味㗎。我用嘅就係呢個陽江豆豉，唔需要你再放任何嘅調味料，仲可以用嚟蒸魚、蒸排骨，真係超好味。其實對我哋廣東人嚟講，就咁樣一道餸同埋呢個辣椒就可以食3碗飯啦。中意食豆豉嘅朋友一定要試試呢個正宗嘅陽江豆豉，開蓋即食，口感鹹香，撈飯撈麵特別香，蒸魚蒸排骨或者係炒菜加一啲豆豉就可以提升佢嘅味道。好多人去到陽江都一定會帶翻幾罐，懶得炒菜嘅時候就咁樣撈飯食特別香。而家唔需要去到陽江都可以食到呢個正宗嘅陽江豆豉啦，就喺左下角嘅小黃車，一共有3個口味，有蒜香、薑香同香辣味，一罐只要10幾蚊，3個口味一齊拍就更加抵啦。這個東西被譽為男人的心頭寶，老一輩的人都知道，豆豉是優質的鹼性食物，它比枸杞的營養價值更高，富含人體所需要的蛋白質和多種營養物質，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。入口的是肉軟糯鹹香，美味下飯，吃上一次10年8年都忘不了。條件允許的話，我建議您每天多吃點，只選用土壇發酵180天的陽江豆豉，搭配老師傅手工炒製，口口有料，豆豉滿滿，充分地保留了豆豉原有的營養和口感，還有香辣、蒜香和薑香3種口味，可以拌飯拌麵、蒸排骨炒菜。不光年輕人喜歡，老人小孩都喜歡吃，產量有限，農戶直銷，喜歡的點擊頭像購買吧。我哋廣東嘅豆豉唔係求其講講㗎，就咁樣撈飯食都好好味㗎。我用嘅就係呢個陽江豆豉，唔需要你再放任何嘅調味料，仲可以用嚟蒸魚、蒸排骨，真係超好味。其實對我哋廣東人嚟講，就咁樣一道餸同埋呢個辣椒就可以食3碗飯啦。中意食豆豉嘅朋友一定要試試呢個正宗嘅陽江豆豉，開蓋即食，口感鹹香，撈飯撈麵特別香，蒸魚蒸排骨或者係炒菜加一啲豆豉就可以提升佢嘅味道。好多人去到陽江都一定會帶翻幾罐，懶得炒菜嘅時候就咁樣撈飯食特別香。而家唔需要去到陽江都可以食到呢個正宗嘅陽江豆豉啦，就喺左下角嘅小黃車，一共有3個口味，有蒜香、薑香同香辣味，一罐只要10幾蚊，3個口味一齊拍就更加抵啦。這個東西被譽為男人的心頭寶，老一輩的人都知道，豆豉是優質的鹼性食物，它比枸杞的營養價值更高，富含人體所需要的蛋白質和多種營養物質，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。入口的是肉軟糯鹹香，美味下飯，吃上一次10年8年都忘不了。條件允許的話，我建議您每天多吃點，只選用土壇發酵180天的陽江豆豉，搭配老師傅手工炒製，口口有料，豆豉滿滿，充分地保留了豆豉原有的營養和口感，還有香辣、蒜香和薑香3種口味，可以拌飯拌麵、蒸排骨炒菜。不光年輕人喜歡，老人小孩都喜歡吃，產量有限，農戶直銷，喜歡的點擊頭像購買吧。我哋廣東嘅豆豉唔係求其講講㗎，就咁樣撈飯食都好好味㗎。我用嘅就係呢個陽江豆豉，唔需要你再放任何嘅調味料，仲可以用嚟蒸魚、蒸排骨，真係超好味。其實對我哋廣東人嚟講，就咁樣一道餸同埋呢個辣椒就可以食3碗飯啦。中意食豆豉嘅朋友一定要試試呢個正宗嘅陽江豆豉，開蓋即食，口感鹹香，撈飯撈麵特別香，蒸魚蒸排骨或者係炒菜加一啲豆豉就可以提升佢嘅味道。好多人去到陽江都一定會帶翻幾罐，懶得炒菜嘅時候就咁樣撈飯食特別香。而家唔需要去到陽江都可以食到呢個正宗嘅陽江豆豉啦，就喺左下角嘅小黃車，一共有3個口味，有蒜香、薑香同香辣味，一罐只要10幾蚊，3個口味一齊拍就更加抵啦。這個東西被譽為男人的心頭寶，老一輩